苏小姐炝筹，炝筹请坐的意思，对，炝筹请坐。对。热情的招呼声带领我们进入庭园餐厅，这里绿树如茵，气氛悠闲，完全看不出本来是个猪圈。土嘎牛以前这边是养猪的，对不对？竹位啦，竹位，这个梁柱哈，都是以前的。这个梁柱还是以前猪舍的。老板娘邱清香退休后回归田园，像寻回记忆中老家旁的桑树，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开启生命另一阶段，成了桑葚达人。开始种5棵，后来种20棵，发现还不错，很好玩，就种了好几百棵，种了好几百棵以后就很后悔。如今400棵果桑都是2夫妇心血结晶，拉水管灌溉，甚至施肥，全部一手包办。60包肥料哦，一包25公斤，我这样扛着一天全部撒完了。哇，那时候都不知道，回家第2天都不会动，就一个洒劲，就是好像很好玩呢。后来发现不好玩呢。用心照料桑葚园有最直接的回馈，1年5吨多的产量，常让夫妻俩忙到3更半夜。甜蜜的附和，只希望让更多人品尝桑葚的香甜。炝筹。